嘿，各位看官，今天揸要勞勞那超刺激的美國隊長4。這故事啊，就像坐過山車一樣，那叫一個跌宕起伏。故事一開場，美國隊長的位置那是換了人啦，新上任的美國隊長叫約翰沃克。這哥們兒之前在獵鷹與冬兵里就露過臉，一直野心勃勃地想當超級英雄界的扛把子。不過他這性格有點急敲敲的，剛當上隊長，就像個令頭青刺的到處刷存在感。這時候呢，世界上突然冒出了一堆麻煩事宜，有個神秘組織在暗處搞破壞，到處製造混亂。他們就像一群調皮搗蛋的熊孩子，專門給大家添堵。約翰沃克帶着他的小團隊，風風火火地就去解決問題了。可這神秘組織也不是吃素的，他們有各種奇奇怪怪的高科技武器，就像從科幻小說裏走出來的一樣。約翰沃克和他的隊員們跟他們一交手，那場面就像兩個幫派在街頭火拼，噼里啪啦地打個不停。在戰鬥的過程中，約翰沃克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，原來這神秘組織背後的大 boss，居然是他以前的一個老朋友。這劇情反轉得就像做了個大擺錘，讓人腦袋都暈乎了。這個老朋友為啥要搞這麼多破壞呢？原來是他覺得現在的世界不公平，想通過自己的方式來拯救世界。這想法就像一個熊孩子覺得把家裏拆了就能重新裝修一樣，簡直讓人哭笑不得。約翰沃克肯定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他胡來啊，於是他開始想辦法阻止這個老朋友。他到處收集線索，就像一個偵探在找失蹤的寶藏一樣。這期間，他還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困難，有時候被陷阱困住，有時候被敵人偷襲，就像玩遊戲裏老是碰到隱藏關卡一樣，讓人頭痛。就在約翰沃克感覺有點力不從心的時候，獵鷹山姆和冬兵巴基出現了。這兩可是老熟人啦，他們一出現，就像超級外援一樣，給約翰沃克帶來了希望。4個人組成了一個超級小隊，就像4個超級馬里奧要去拯救公主一樣，向着最終的目標前進。他們經過一番艱苦的戰鬥，終於找到了神秘組織的老巢。這老巢就像一個大迷宮，到處都是機關和陷阱。他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，就像一群探險家在神秘的古墓裏探險一樣。最後，他們終於和大 boss 面對面了。這一場終極對決，那可真是精彩到爆啊！雙方打得天昏地暗，各種能量波亂飛，就像放煙花一樣熱鬧。約翰沃克、山姆、巴基他們齊心協力，終於打敗了大 boss，拯救了世界。經過這場戰鬥，約翰沃克也明白了一個道理：當超級英雄可不是為了出風頭，而是要真正為大家着想，保護大家的安全。他也變得更加成熟穩重了，和山姆巴基他們也成了更好的朋友。這就是美國隊長4的故事啦，有刺激的戰鬥，有意外的反轉，還有滿滿的友情，就像一道超級大集會，讓人看得過癮極了。怎麼樣？是不是聽得心癢癢，想去看看這部電影啦？